共正在面临着内外交困，处在火山口上。外媒报道说，习近平今年将面临困难重重的一年，受到疫情、经济、外交危机的三面夹攻。华尔街日报1月16日报道，习近平去年秋天巩固了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，在新的一年，他将艰难应付一场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。政府突然取消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带来的这一后果，可能让中国在未来数月里都笼罩着阴云之中。对习近平而言，接下来的一年很可能充满了动荡。报道说，习近平也不接受对其自上而下执政方法的批评。在去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习近平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，同时似乎指责地方官员对其政策的执行不力。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一年的形势艰难，理由之一是中共病毒染疫人数剧增，可能会扰乱供应链，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。同时，中国也面临着企业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的困境。过去3年，中共实行严苛的清零政策，导致了无数次生灾害。去年12月7日，中共在毫无准备下突然放松封控政策，导致了中共病毒疫情如海啸般爆发，席卷了全国大小城市，医院崩溃，死亡人数飙升，火葬场和殡仪馆不堪重负。时政评论人士认为，美国、欧洲、英国、日本的再度密集剑指中国之举表明，西方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中共不仅是中国的祸根，其推行全球的价值观和对西方国家的渗透也在摧毁美欧。因此，西方国家唯一的选择就是联合起来，应对中共的挑战，并赢得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科技还是军事对抗上的最终胜利。美国德州议员近日提出了一项法案，禁止中共和朝鲜等国在德州购买土地。德州州长承诺，如果法律在议会通过，他将会签署成法律。德国议会共和党参议员日前提出法案，禁止中国、伊朗、朝鲜和俄罗斯的政府、公民或实体在德州购买土地和房产，并在一份新闻稿中说，在过去几年，更多的德州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土地收购者感到了不安。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周日表示，瑞典和芬兰必须引渡130名恐怖分子，才能换取土耳其议会批准这2个国家联合加入北约。匈牙利和土耳其是仅有的2个仍没有批准瑞典和芬兰联合加入北约的国家。布达佩斯表示将支持北约的最新扩张，并在今年年初签署批准议案，但安卡拉尚未效仿。荷兰国家档案馆1月3日公布地图，表示1944年8月，纳粹士兵在炸毁银行后，将搜刮来的钻石、红宝石、金币、银元以及各种首饰塞进了4个箱子，就埋在了奥美伦的一片小树林里。此消息一出，越来越多的寻宝人涌入了荷兰村庄欧美伦，他们手持金属探测器和铁锹进行搜寻。国家档案馆协调员介绍，1945年战败的德国交给荷兰这份地图，可政府尝试了几次，没能找到所谓的宝藏。可如今村庄早已变样，寻宝更难，所以公开了地图。奥美伦地主基金会主席表示，有些担心人们随意挖掘破坏自然，希望情况不会失控。资深寻宝人员亨茨提醒人们，奥美伦是2战前线，地里还埋着炮弹，他曾多次挖到了手榴弹或者是分裂的弹药桶残片。